距離農曆新年仲有1個月，除咗備團年飯、封利是，年28嘅家居大掃除都係重頭戲。不過處理廚房陳年油漬、浴室水垢，向來都好令人頭痛。最近有港人喺社交平台分享一款日本平價清潔好物，34蚊左右就買到，一噴就能搞定各種污漬，香港亦有得入手。呢款日本萬用清潔噴霧用途相當廣泛，廚房爐頭油漬、新盤水垢、抽氣扇油漬同埋牆壁、浴缸、雪櫃、微波爐、馬桶都用得。佢能吸附頑固污漬，用法好簡單，噴喺污漬處靜置3至5分鐘，用乾布或比較乾嘅毛巾一抹就乾淨，唔使重複去刷。唔少網民都對呢款清潔劑相當熟悉，話以前要專程去日本掃貨先買到。而家樓主就發現，香港大國藥房已經有，樽裝買33個9，補充裝就22個9就有交易。貼文引嚟唔少用家回應，有人話早幾個月仲專登喺日本買返嚟，亦有網民長期用緊。樓主更直言，用咗幾年，所有清潔都離唔開佢。仲有網友補充，拖地時用2下，地面會更乾淨。新年大掃除就靠佢，慳時又慳力。